用这个大声朗读手机程式 APP， 会读文章啊，会录音呢，录这个大学录出来是8分43秒。这个档案是 OGG 档比 MP3 档案还要小，档案空间还更小，小将近一半了。也可以用念文章了。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。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，先治其知。治之在格物。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事皆以修身为本。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。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谓之有也。康诰曰：克明德。大甲曰：故是天之明命。地点曰：克明俊德，皆自明也。汤之盘铭曰：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康诰曰：作新民。诗曰：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。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。诗云：邦畿千里，为民所指。诗云：民蛮黄鸟，止于秋鱼。子曰：予止，知其所止，可以人而不如鸟乎？诗云：穆穆文王，于季奚敬止。为人君，止于仁；为人臣，止于敬；为人子，止于孝；为人父，止于慈；与国人交，止于信。诗云：瞻彼其奥，虑逐一一。有匪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色兮宪兮，赫兮宣兮。有匪君子，终不可宣兮。如切如磋者，道学也；如琢如磨者，自修也。色兮宪兮者，循吏也；赫兮宣兮者，威仪也。有匪君子，终不可宣兮者，道圣德至善，民之不能忘也。诗云：鱼戏，前王不忘。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，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，此以没事不忘也。子曰：听讼，无由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？无情者不得尽其辞。大为民治，此谓之本。此谓之本，此谓之知治也。所谓诚其意者，无自欺也。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谓自谦。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小人闲居为不善，无所不至，见君子而后厌然，掩其不善而遮其善，人之视己，如见其肺肝然，则何益矣？此谓成于中，行于外。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曾子曰：食木所视，食手所指，其言乎？腹润屋，德润身，心广体胖。故君子必诚其意。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，身有所愤志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恐惧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好乐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有患，则不得其正。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食而不知其味。此谓修身在正其心。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，人知其所亲爱而辟焉，知其所见恶而辟焉，知其所畏敬而辟焉，知其所哀矜而辟焉，知其所熬惰而辟焉。故好而知其恶，恶而知其美者，天下先矣。故谚有之曰：人莫知其子之恶，莫知其苗之硕。此谓身不修，不可以齐其家。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，其家不可教，而能教人者，无知。故君子不出家，而成教于国。
孝者，所以是君也；悌者，所以是长也；慈者，所以使众也。康告曰：如保赤子，心诚求之，虽不忠，不远矣。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。一家人，一国兴仁；一家让，一国兴让；一人贪利，一国作乱。其机如此。子谓一言愤世，一人定国。尧舜率天下以仁，而民从之；桀纣率天下以暴，而民从之。其所令反其所好，而民不从。是故君子有诸己，而后求诸人；无诸己而后非诸人。所藏乎身不术，而能御诸人者，谓之有也。故治国在其家。诗云：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家人。宜其家人，而后可以教国人。诗云：宜兄宜弟，宜兄宜弟，而后可以教国人。诗云：其仪不特，正是四国。其为父子兄弟族法，而后民法之也。子谓治国在其家。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，上老而民兴孝，上长长而民兴弟，上恤孤而民不备。是以君子有节举之道也。所恶于上，不以始下；所恶于下，不以事上；所恶于前，不以先后；所恶于后，不以从前；所恶于右，不以交于左；所恶于左，不以交于右。此之谓节举之道。诗云：乐止君子，民之父母。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恶恶之。此之谓民之父母。诗云：解彼南山，为石岩岩。赫赫诗隐，民聚而瞻。有国者不可以不慎。辟，则为天下路矣。诗云：殷之谓丧失，克配上帝。夷坚于殷，郡命不义。道德重，则得国；失重，则失国。是故君子先慎乎德。有德此有人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财，有财此有用。德者本也，财者末也。外本内末，争民失夺。是故财聚则民散，财散则民聚。是故言备而出者，亦备而入；或备而入者，亦备而出。康告曰：唯命不于常。道善则得之，不善则失之矣。楚书曰：楚国无以为宝，为善以为宝。就范曰：亡人无以为宝，人亲以为宝。秦氏曰：若有一个臣，断断兮，无他计，其心修修焉，其如有容焉。人之有计，若己有之；人之厌胜，其心好之。不赤若自其口出，实能容之。以能保我子孙黎民，尚亦有利哉？人之有计，貌己以恶之；人之厌胜，而为之必不通，实不能容，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，亦曰殆哉？为人人放流之，迸诸四夷，不与同中国。此谓为人人为能爱人，能恶人。见贤而不能举，举而不能先，命也。见不善而不能退，退而不能远，过也。好人之所恶，恶人之所好，是谓夫人之性，灾必待夫身。是故君子有大道，必忠信以得之，交泰以失之。生财有大道，生之者众，食之者寡，为之者急，用之者疏，则财恒足矣。仁者以财发身，不仁者以身发财。未有上好人，而下不好义者也；未有好义，其事不忠者也；未有府库财，非其财者也。孟献子曰：畜马乘，不察于鸡豚；伐兵之家，不畜牛羊；百乘之家，不畜聚练之臣。与其有聚练之臣，宁有道臣？子谓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。常国家而务财用者，必自小人矣。彼为善之，小人之始为国家，灾害并至，虽有善者，亦无如之何矣。子谓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。